龙虾样子，那个还要背。中我，这么冇把我手跟吃过子啦。那个做粿条。啊，知道冇？那我冇讲啊，都只那個有個他生米，跟住之後他對，那路，我哋不落都只愛做鋪，那都冇個粿條頭。你那個沒了，你那麼多都吃過。他讲不。我没啥。我那不是我的了。把我把的，我妈都接来了。我妈都接来了。加油！我活了。哎呀，真的加油！不要不得人了，然后就蹲的，对，这么，我让他过来了。我好没让，给好没，加油！我很有痛。喂，哎，可都不接我呢，我就不祷告呢。哎，个爹，我就冇做了，叫我来等呢。没老吗？我在。